民法，民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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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我跳。大家好，我是客门来，我是米希，我是江峰。今仔日咱邀请到顶摆来的学生来甲咱讨论这个法学的主题。因为法学是伫人文的社会科学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嘛，这人伊咧考大学的时阵，会想讲啊，我即摆读文组，安尼我读社会组，我的第一志愿就是要来读法律系。吼，不管是你真正最介意法律咧创啥，还是讲我嘛唔知呢，其实就是阮爸爸妈妈叫我爱来读法律。嘛有可能是这种状况，不管你是对一种，今日阮就想要来和恁讨论看卖的法律到底是咧创哪。今摆咱就来看这支影片。请甲以下这的时字用台语念出来：基础法学、多元交织性、批判种族理论、利益组合、文化包裹多项、伪白、韩国同婚。危险审查、积极矫正歧视措施、优惠性差别待遇。不会，非常困难。哇，这好像又比到又更难了耶。基础怎么听起来像广东话？基础化学，基础化学，优惠性差别待遇，违背。为什么是广东话的那个音调？优惠性差别待遇之类的，不知道。文化包裹多项，积极矫正歧视措施。这是日语了吧？你对台湾的法律架构有啥物概念？有对一个重要的法律，宪法最大嘛，然后中间法律，然后最小的是命令，最高的就是宪法，然后再就是法律又分成民法、宪法之类的。很多的话，刑法、民法、行政法，就是宪法最大嘛，再来下面是民法、刑法，然后下面还有行政规则吧，公共危险罪那种。之类的。等一下，我现在只想到这个。还有什么？好，不然结婚呢？结婚是依什么法？结婚是总不会结婚跟公共危险罪是一样的？可能是公共危险罪哦，我认为是。是民法吧？很好，所以其中一部重要的法就是民法，包含刑法、民法，然后此类，然后在下面就是各个行政机关订定的行政命令，然后依照行政命令去执行工作这样子。法律跟道德的关系是啥？法律应该会是比较低限度的道德，就是道德它会相较于法律，道德会管得更多。法律就是道德的最低限度。法律是直接明确的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然后道德就是，如果你今天违反你的道德，不会有人处罚你，但是就是可能会有内心的，就你自己的，就可能受到别人的舆论法就是谴责，但是就是反正不会有强制力。就法律你一定要听，但是道德你可以假装听不到。当我们会需要用到法律的时候，那其实已经代表那是可能道德或是其他办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需要这样子的形象的东西来去介入。近年来应该会听到一些例子是先把法律改了之后，再用这个法律去算是矫正人的思想。女性主义法学听起来是安怎的学科？伊想要处理法律什么的现象？我没有听过女性主义法学，我没有听过，但是照字面上的意思，字面上意义，我认为应该是解决就是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吧。特别从女生为出发点
帮他设计的吧，可能类似职业。现在法律会有很多是从以往的男性的角度去制定的，所以女性主义法学就是想要改掉这个状况。我觉得女性主义法学它可能是要处理法律里面，然后它其实是因为性别而会有所产生不平等的现象，然后女性主义法学是要去批判这个就是这样子的结果。女性主义法学像是要把只有男性角度的法律修改掉。我觉得女性主义法学可能有点像是公民课本写的那些修法，就比如说女性不用冠夫姓啊，然后小孩可以姓妈妈的姓啊，就是这些在于法律上促进性别平等，然后不会让女性属于比较劣势的一方的法学吧，我想象。台湾敢有种族问题？若是有，你敢会当举一个跟法律有关的例？台湾应该有种族的问题，就是在针对原住民还有新住民，就是当然是东南亚移工。台湾一定还是有种族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法律应该都会规定，就是让大家越来越平等，就像宪法也有规定，大家都是平等。原住民在打猎方面的一些法律，就是原民或者是新住民吧。我现在一想到的法学例子是那个猎人的那个文化权跟那个狩猎权的问题。原住民加分，可是这可能比较是行政在实施的那一块，然后另外的话可能是之前也没有之前，现在也是就是在争取猎枪权这件事情上面。对于原住民来说，打猎是他们的日常嘛，但是汉人却会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破坏环境的行为。移工算吗？像外籍劳工就是雇主欺压之类的，他们跟台湾的劳工的保障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但是相较之下，他们的那一套法律制定的貌似好像蛮糟的。你认为文化是什么？文化包裹图像听起来是安怎想文化这个概念？你的看法和你敢有同款？我就会记得公民课本上面的定义，大概就是什么人类生活中的产物就都是文化。穿着服饰嘛，或是吃的东西、饮食，或是就是也有饮食的文化，或是服饰的文化，或是生活方式。一群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各种行为，就是它就可以称之一个文化。文化就是一群人，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关联，就是可能是同一个族群。很多人共有的，然后在某个范围内会被传承下来的习惯，这样子。文化包裹着图像，想不到。如果有两个文化，然后就比较强势的那个会去侵略比较弱的那个，就是图像，然后在你解读的时候，文化会在上面，所以你会先解读到文化，然后你没有办法比较准确的解读这个图像。民法管辖的范围有偌大？你敢会当举一个在生活当中跟民法有关的例？公民课本里面好像是说是人的生老病死吧，就是各种的财产、各种的纠纷都会在民法里面规定。应该也算是就是交易那类的吧，有关金钱贸易的。民法我记得应该是亲属的关系跟财产跟钱的关系。比方说你借东西给别人，然后那个东西他没有还，然后你要他归还，比较接近可是我还没有结婚，然后我也没有收养，我也没有继承，赔偿也没有遇到，都没有。可能就是我不小心把同学的什么东西用坏了，可能不小心把他手机摔坏了，或者是去他家玩，可能把他厕所的门拆啦之类的。对啊，一定有。等一下我想一下，买东西算吧，包含财产，然后遗产啊，遗产要继承给谁啊？谁可以拿比较多啊？就是这种，我觉得蛮生活化的
主要跟钱有关吧，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还有什么？不是啊，可是一定有啊，不是活在这个世上就已经受到民法的那个了吗？你对同性婚姻有安怎的看法？你敢知影同性婚姻有倒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结婚就结婚了。我认同同性婚姻啦。先讲我支不支持嘛？我当然是很支持啊，你自己本来就是嘛，所以就没有什么支不支持的问题。在民法上面开放同性婚姻，就是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就是异性恋这么做，那为什么同性恋不能这么做？就是同理可证这样子。我觉得同性婚姻会造成那个少子化。上一辈的人的一些想法吧，可能比较保守，就认为说结婚就是要传宗接代。那你以2个男生或2个女生，请问你要怎么延续下一代？这样子，这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关于人权问题，是可以拿来公投的吗？这是我第一个疑问。他们没有办法被民法保护，然后他们要另外有一个法律去保护他们。一个是修民法，一个是修专法嘛。当时一开始被提出来，好像是就是有人说它违宪嘛，因为民法里面说婚姻限定在一男一女，但是宪法里面又有讲到就是人人平等，就是何必呢？就是明明就是同样的民法，功能也没有缺，然后为什么不直接开放民法呢？我是这样想的。大家都是人啊，大家都应该享有一样的权利啊，不管性别。其实现在的社会也变得慢慢的少子化，就是可能经济负担，或者是根本就不想生小孩。那这种社会风气下，是不是同性恋其实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如果不要讲到生育的话，就只单纯讲同性婚姻，那他们2个就是如果男生跟男生结婚的话，那对其他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就只是他们不能生育。但如果今天不要讲到生育这个方面的话，他们2个在一起也就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就是排除生育，我觉得。你认为法律敢应该要针对无同款的皮肤色、种族、宗教、性别、各族的群体，互因无同款的待遇？你敢有听过优惠性差别待遇？你感觉这个矫正机制措施听起来如何？2个敢有啥物差别？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给出差别待遇的，但这个差别待遇的前提是，今天可能有某些种族他被在这个社会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法律就可以给他们算是一些优惠措施吧。生活上就在社会上本来就有落差，所以法律上给不一样的待遇，我觉得是可以的。一个国家特定的法律，那就遵守，不用特别为了各个肤色或者是种族订定不同的法律。就像刚前面讲到那个原住民加分，我觉得是有必要，就是可能针对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可以给他们优惠的待遇，然后让他们达到就是跟其他人有平等。是不是其实原本一开始设立的目的已经达到？比方说我刚才讲的，这个社会确实已经更加多元，然后不同的人种已经能在社会的不同的角落都可以看到，那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样子的措施去取消掉？我会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东西。因为种族不是人类的等级划分，它只是一个血统上的差异，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特别给一些优惠。过去的政府希望让原住民更加就是去接受所谓的汉人文化，所以在制度上面对于他们有很多的不公平，然后导致于他们在社会上缺席了。那为了去弭平这样子的历史背景，然后以及让现在的社会的各个身份都可以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有了所谓的差别待遇，是针对身份，然后希望
这个社会可以更加多元，而不是因为这个身份的好或坏。宪法之类的就讲那些就是要平等啊，但就是我觉得可以呼应那个优惠性差别待遇，就是那个平等可以是有就是某些就是现实情况所需要，然后给予一些差别的待遇，但那个差别的待遇就不是说为了要谋利某一些族群，所以让它有差别待遇这样。就算今天没有规定原住民要加分，但是也不能说我们歧视原住民，应该这样吧？但就算加了分，我们也没有歧视原住民。可是会不会是因为加了分，然后变成我们觉得他们很烂，所以才要给他们加分？因为你要弭平这样子，然后有些会觉得自己没有，就是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子的好处的人，就会觉得这不公平。但是他确实是造成了更多的歧视。我会觉得，如果他是要矫正歧视的话，他没有做得很好。你敢知影什么是通奸罪？咱敢应该爱拄罪化？可能有什么影响？通奸罪应该是就是通奸，对，然后有罪。通奸跟强奸有关系吗？发生性行为的双方都是有家庭的人，还是只要单纯有一方就好？它是刑法吧，然后就是如果有外遇的话，它会有刑法的部分，然后就是小三跟出轨的人都有。通奸罪好像指的是对于配偶权的侵害。那我自己觉得应该除罪化，就是它跟这应该属于就是国家不应该管到的范围，这是人民的自由。而且我觉得刑法就是一个国家很有强制力的法律，然后我觉得这种外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私人的事情，我觉得用刑法来处理不是很恰当。不代表这件事情是可以原谅的，只是不需要用刑法的处罚方式来判决、来审判你做错事的那个人。对我来说就是应该要去尊重，就是不管任何人他的选择是什么，我们都应该要去尊重他。所以他今天选择开放式关系，他今天选择有了可能婚外情、婚外的性行为，这些都是应该要被尊重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私领域的事情，然后这不值得被法律这样子公领域的事情所批判或者是惩罚。当然这不符合道德，但是我会觉得这不是法律该管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把它放到法律上，这只是一个你跟你老婆的关系，就是你们可能关系不好，然后你跑去外面跟别人发生关系。我可能比较踩的点是，我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可以一起决定，就是他们都可以在外面有其他人。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私人的事情，就是不一定婚姻一定要有很充沛的情感，或者是婚姻不一定只能两个人，对吧？而且如果是我们就愿意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在就是他们两个自己合意是可以有别人的，或者是他们合意这样关系是他们可以的，那我觉得法律并不是一定需要干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推导吧，就是我认为国家应该要去尊重人们的感情生活，就国家不应该干预啦，所以这样可以推导到法律应该要支持开放式关系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当你的感情已经是需要让国家来维持的话，我觉得这个感情没有什么意义。原来即摆学生对于这法海理解是安尼哦。不管是因捌的比我所想的佫较济，还是讲因捌的物件和我本地想的无啥共款，拢是一个最特别的状况啊。不管安怎呢，后一摆的影片，咱得对法学讲甲同性婚姻，咱来讨论看卖，伫法学内底有啥物重要的概念未通讲到的，嘛当来讨论看卖，你想要研究法学，你应该要知影啥呢？来研究法学，和咱来研究同性婚姻到底有啥物关系？安尼，咱就后摆再见咯，拜拜。